这座公车哦，会使讲是破我的纪录。我想讲吼，但这个平湖的热岛内底坐公车，应该是拢一段小啊段尔，想袂到。我这座要来找的这好朋友的这个所在，这座公车特别长，经过一个岛屿，佮经过一个岛屿，真多小料。伊拄好是这座公车的上磅。听讲吼，伊一夜嘛做文化做真侪年啊。尤其顶一撮去甲伊甲我做工，我就来甲看卖啊，检查一下，敢有影社区的工作会当做这顺利。嘿，听讲伊嘛是这个真女子的这个手下地下迄个子弟兵了着，所以这撮来甲看都有特别的意义啊。哇，真好赞！安尼洗洗一大轮呢。这座坐了真正超越的河，真正的河的。我唔知影。平湖这个所在，坐遐尼久的公车，我想讲小一段就解决啦，赞！真正坐比我去金门搁较长，有够舒适的。这一定爱搁来，感觉这段车太水了。运将到位啊吼！嘿，到位啊！多谢。好，拜拜，有缘再过来。好，多谢。嘿，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来这等你足久啊？你等我足久？对啊。这应该就算恁的大庙嘛。对，这内底拜的是慈父王爷啦。对对对，二楼是观世音菩萨。对对对，是一个佛教甲道教做伙的一间庙。你即马为这就开始拢了解哦呢？一丝仔了解。来，我总共有8个架头啦。8个？8个架头。咱即马这个所在叫做中架，中远的中。对对对，因为架头的架哦。是甲乙丙丁的甲。八架，对这中架，这中架，咱就阮甲手兵，这就是东兵，对对。好啊好啊，今过来会当去恁厝啊？好，来带老师来这边，阮厝洗洗看看。你爸母有伫咧吗？无，伊无伫诶。无一只。我家己转来呢。安尼哦，我想讲惨啊，我也无炸礼物来呢。是讲恁遮先会叫做内蛙。其实这以前是叫做内潜。内潜。对，后来才叫做内蛙。蛙甲潜这个字，就是意思就是讲这个湾呐。搁有甲加的这个所在就是低洼处。其实内蛙甲湾蛙吼，对海上来看，就是两个较加落来的所在。安尼就是恁遮的腔口呢。对啊，这腔口泉州腔啦，咱对遮入来。到位啊！到位啊！所以我有修理过的呢。对对，这间古厝差不多就5当前有修理过，这就是阮古厝。妈妈这边的古厝，所以内底这个有服侍公妈和神明呢。对，就是观世音菩萨、土地公、王爷安尼。交了。我都拄领到这是伊较早这才退落来都变这哦。对，这嘛是较早的这个神明岛。这按道这就公妈菜。呀。这就放神明的。对。以前的这工法真水呢。对啊。妈妈这边的人。就有观念的，就是较早的物件保存落来。迄个灶哦？迄毋是，迄是咧放水的所在，一个储水缸啦。我唔知影这边怎放水呢？是规个空安尼哦？对，掀起。
哦，这是鱼啊呢。对，一个鱼啊，因为就是较早无自来水嘛，所以就爱去高井来压水来遮放。哦，伊都灌水来才咸的啊。对对对。哇塞！是讲你有住遮吗？这个所在是阮妈妈的厝。恁妈妈的厝？对，阮爸爸其实就因是邻居啊，因为阮爸爸就住遐尔。啊，这是后头厝，你爸爸在后壁。对对啊，我就是轮流困啦，对。够安尼对啊对哦。啊。金宝。哦，一只哦，金宝哦。对啊，这就是阮金宝的菜体啦。对，平湖菜体就是咧讲这个所在啦。菜体。哎，金宝。哦，金宝了哦。这真正这少年就叫金宝你好，热天拢无物件啦。安尼哦。热天较无物件啊，冬天冬天这拢种菜啊，嘿种高丽菜、花菜，什么菜拢种规个。哦，这真正土，阮遐是拢土，你这就拢沙啊。啊，这款沙就是行路啊。这其实拢是对海边打来的沙。这毋是咸到多，这真正的哇哦。它内底有矿物质啊，还有一些盐分肥料，它其实可以帮助作物长得更好。以前咱家的阿嬷嘛，若是无肥料，嘛是会去海边打海沙来压肥。冬天毋是恁平湖讲风要上大，安尼风上大，风大种菜较好食。哦，都大一万的安尼吼。无大足紧的。大啥紧的哦。对，就是为着要甲这菜加风啦，所以起这叫做菜体。所以讲北边的这石头爱摕较悬的，南边的较低的，南边的就是食，南边的上低。低落来。嘿，对，就是安尼风较有法度下错啦。对。要碰土豆你食？好啊，金宝要带我去食土豆。哦，这好哦。对啊。是讲迄个历史你是安怎想到讲要安尼做跩的工课？差不多对2、3冬前吧，才开始调查这。以前咱咧看片的时阵，这个看的角度啦，这拢是以男性为主。有一句片的话叫做片湖查某台湾牛啦。就是意思是讲，平湖的查某就是，不管是做山，还是去海，还是厝内底的代志，还是爱斗相共这红讨海了后，这卖鱼啦，还是咧晒鱼，这拢是查某人的代志。就想讲要甲这平湖查某咧做的代志，甲伊记录起来。我还有出2本手册，当分享给老师看者。这2本，像头阵阮金宝的摕来就是有甲伊记录起来边，这个就是金宝。伊就讲因摕来是我上爱的所在，所以阮就甲伊画出来安尼。请你食土豆。哦，金宝谢谢。我在讲你啊，你这是你哦。这是我。对啊。鹿啦，你拢讲鹿。这是鹿。这是我啦。这白毛土豆，老师食看卖。哦，什么白毛土豆？就是叫做白魔花生啊。唔知是你的手工撒料如何，只是因为来遮看到这本册，我对到你土豆的关系啦。有没有？哦，你唔得摕落来我看卖有成无啊？有成无。哎呦喂啊！一模一样。你今日画安尼有满意无？真水。真正金宝干那看迄安尼欢喜啊尔，安尼你嘛做了爽。简单啦，伊无简单。真的吗？哇塞，安尼有用学了着啊，记得咯。好，即摆带老师来去玩金宝引导。哦，你金宝引导拢安尼弯弯弯弯呢？对啊，这以前的厝中是安尼啊，因为咧去的时阵无想到会有汽车。哦。金宝，带老师来找你。哦，金宝你好。哦，系啊，这叫什么啊？这梨仔龟，梨仔龟。龟是什么？龟迄用盐生互伊熟来。青的。青的咧生的啦。哦，那这操作好。嘿。有皮哦，迄内底有一块皮哦，也用纸踢出来。好，踢出来。用纸。贵。对。足咸的啊，心理准备。
饲一个袂来，喂秘鲁啊！哦，迄种咸的啦。我只那就咸的。大多头壳戆戆，即马醒起来。这天的，啊这是这就袂遮咸。哦，好食歹食，哎，这都无甲带遐臭车啊！袂啦，这色的啊搅平淡，哦豆油膏安尼。这就赞的。这都会当啉3罐，这我嘛拢食会了啊，哎，这安尼无问题。白白食食，啊，真的哦，白白食食，这过炒。啉去苦海就好啊，我都毋知食啊。安尼我甲你用个大罐的。安尼就知啊，真苦海，嗯。啊，金宝你啦，拢会知影来遮掠这。知啦，这我行甲毋惊啊，讲。啊，你迄敢有咧卖？有啊。你毋是拢干那捡家己食必无啦，胜的啊？我一年捡千外后，怎有家己食啦？啊，所以你这职业型呢？啊，但是你我带吼要来的时阵，你甲我头讲什么？你爱起厝，啊嘛有咧菜地啊？对啊，阮头家足早就死啊。安尼哦。嘿啦，啊，迄阵你几岁？我48岁啊。你48岁，爱搁请，搁算讲搁有3个拢还未成年。嘿啊，迄3个也未成年的啊，嘿啊。你无会当带阮看卖倒位有那个大头类啊吗？啊，这就是对啊。哇，对真的嘞！什么大头嘞？这个这人口倒我食的迄哦。嘿，猪嘞，好地这哦。哎呦，真正有呢，这肉。啊，我手安摕伊嘛，伊吐出来呢。对啊，就是水里嘛，水来伊就会收出来，规粒收出来，当面久者来啉。涨潮的时候，那个螺肉就会跑出来了。对对对。哎，我发现一只要做调查是干，我要干来要了解一下。有时啊，我这台语我嘛听无啥有呢。对啊，有一个 Q 啦，啊，所以你迄阵倒来遮，我有拢认真咧听哦。有认真在听啊，但是我细汉就遮大汉的，所以我对啊，拢听有。伊是只大汉的啊。哦，真厉害。对啊，根本你话伊就拼命咧学的，对啊，这我拢看袂着啊。我咧讲话，伊嘛是咧拼的，甲讲今仔毋免遐尼拼。啊，伊会用这叫做什么雷亚膏啊？这叫雷亚狗哦。嘿，嘿，啊，看到那狗出来。这就是哦，迄内底哦。哦，迄个。这粒的，这粒的，这粒的。哦，这大那边咧。哇，你拢看有啦。哦，这啊，我用手抓会叫啊，夹。你唔袂教你啊，你去唔通去学，甲你挂掉，甲教出来，用迄几个教出来较大的所在才叫。哦，啊，我惊到咧死。有啊，我交到一粒啊。啊，这嘛一粒啦。哦。哇，啊，这料都特冻的，安尼嘛免去做小工。啊，做小工一工2000，我这个是千外块啊呢。去做工转来休困，再搁想煞来千外块呢，啊，老师无共啊。哦。这看老对，伊都爱坐啊看老师啊。你即马恁遮迄个水流，你敢看有？基本要阴来啊，哦，要饮哎，来。就要开始涨潮了。你敢知影伊这安尼头学真多？无啦，这有的来嘛是无法度通用。要记我记无落你来。像这个阿嬷因咧捡的这类啊，种类就有10几种啊。伊的学名、伊的俗名，伊即马就了时间的。因这种甲阮迄种叫的这个啊，就无共款。哦。这种的原迄种，阮叫苦梨啊啦。哦，啊，因这种的人叫大头啊啦。大头，啊，查出来大头变苦梨啊。所以讲，经由安尼家记录起来，甲学校来做一寡户外教学，啊嘛，甲带一寡游客来认识咱平遥的遮的文化。我感觉这对我来讲是一件足有意义的代志。对对。希望讲在干仔孙看到这故事的时阵，重新看这平遥阿嬷。哦，因每一个人的后壁背后，其实是真侪骨力、勤俭拍拼，上重要有智慧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有事无事坐马术。